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晶，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2月初2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医学专家建议政府民众入境隔开期间到，会当加验一摆病毒。尤其过年回国团圆的人确实多，就要量早警戒。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起一间肉品厂商正支持政府，结果对方却表示因绝对袂采用落着正肉精的美国猪肉来生产。高雄市水利局某人咧清下水道的烂土门时，发生2个工人闷落去暗缸底，煞来不幸的意外。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6个对印尼、美国和法国带病的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国内目前是685宗病例，因为病毒有时验有，有时佫验无的情形常在咧发生。但市中指挥官嘛讲，隔开观察健康的约束，暂时是未考虑要佫再放较令。我们宣布有新增的6例境外移入的个案，从印尼、美国及法国。那这在3位印尼里面。有2位是我们昨天在10月28号的一个印尼专案那939位里面，虽然在那个时候验的时候是阴性，那不过这2天也是在检疫完成在做采检，那有2位被阴出来是阳性。在目前来讲，其实在这个检验里面阴阴阳阳的情况倒是蛮多的，所以里面我们还是。在居家检疫的条件，目前都没有考虑放松。这当阵全世界已经有6300万外人染着武汉肺炎，这站带病入境的人数也一直在加。但感染症的医师甲公共卫生这方面的专家，拢建议咱的政府会当考虑民众入境隔开14天到，佮加验一摆病毒，量比会较安全。尤其过年返来国内团圆的人一直多，确实就要提早警戒。伫最近，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大幅度增加，淹过台湾医院收掉200天无新增加本土个案。感染科医生讲，因为台湾感染人数少，伫有风险也未开始自进前，大部分的个人拢是一感数字。面对着秋冬全世界疫情增加，应该特别注意，尤其是伫春节期间，会当有机会有真侪个人返来台湾，建议政府会当思考。伫咧隔离期满进前，搁再体检一遍。其实最近也看到有几个个案，他隔离14天，自己跑去筛，才知道他还是带病毒。所以代表说这个措施呢，不是100%的。那是如果能够在隔离满的时候做个核酸检测、PCR 的检测呢，这个会更安全一点。医生也讲，台湾是不是能抢到第一波的疫苗，关系到未来边境的开放。若是当欧美的注射率拢已经到4-5成，台湾也未轮到，到时颠倒互人认为是无注有放射疫区，对商务也个观光的复苏拢是正大的伤害。台大公卫学院也建议，伫最近国际疫情快速增加，越南也个出现3个月以来本土个案，台湾防疫的战绩也个有关。为了避免造成在第3波的世界大流行，我们就要启动。我们已经认为非常安全的以台湾为蓝图的这样的一个公卫防疫措施，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冠肺炎的双轨防疫。台大公卫也认为，自国外入境的个案，若是伫咧检疫期满无过做体检，解除隔离了，也是有可能将这有结实的个案，造成社区的感染风险。政府会当考虑有关入境台湾的隔离检疫措施，以免伫咧秋冬疫情升悬的时阵变做浪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后日开始，印尼的劳工暂按2礼拜无开放。照看影响上重的是照顾患者的看护工。但劳动部柯明春部长也说明，当然明年3月17进前踮台湾居留的期间就会到，迄个外国劳工会当申请加留一开啊。另外，政府嘛有咧拍拼对别国新引进劳工来3天卡手。因应国际疫情真严重，而且最近境外移入的病例，阁是以印尼的确诊人数上济。指挥中心宣布，从初时开始，暂缓印尼移工入境2礼拜。劳动部统计，这2礼拜超影响1350人，其中社福类有1032个人，是占7成，嘛造成国内雇主烦恼讲找无卡手的问题。劳动部长柯明春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会开发新移工的来源国。目前有针对有意愿的新南向国家我们已经跟他开过2次会，
好，那大家的合作意愿，那我们将会成立这个小组。好，那希望在明年能够签 MOU。那最快可能就111年啦。柯秉春表示，已经透过外交部找到新南向国家当中有合作意愿的国家，预计明年会当签 MOU， 但是倒一个国家因为牵涉到外交谈判，所以目前暂时未公开。另外，也是会协助雇主媒合国内照护人力，明年3月17进前，若是伫台湾年限已经到移工，会当向劳动部提出延长申请。现在的展延是到明年3月17号，所以我们会滚动来看疫情的情形来再适度的。那这是我们要个别要申请吗？要自己主动提出申请吗？跟劳动部申请。针对移工入境台湾所需要集中检疫床位的问题，柯秉春表示，指挥中心已经把1000个的床位给劳动部，另外还有300个床位会当春救。劳动部目前嘛已经伫咧准备要做规栋的防疫旅馆来做集中检疫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昨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直直发言，有提起屏东一间信光肉品，正支持政府。结果信光煞声明讲，因的产品绝对袂采用有去落着正肉精的美国猪肉。早起苏院长也解说，伊是咧讲对方支持政府推动猪肉外销。下晡蔡英文总统佫特别说明，苏院长的话意是咧强调政府会尽全力协助饲猪的产业。内底议题拢无停，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出席典礼发言，接受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质询相关议题时阵，特别点名讲，伊顶礼拜去屏东的信光肉品公司，信光就正支持政府的政策。不过信光伫咧暗时随发表声明澄清，讲无甲苏院长谈论或者是讲到内底的议题，也讲因公司绝对袂使用正确的美国内底做因的外销产品。这个声明等于是也是对我们客户的交代。等于说我们当天院长是来参加我们的外销封柜仪式，并没有去谈论到或提及到任何来租的事情。和苏院长讲到的信光董事长杨柏林，也是国民党中常委，目前人伫咧厝内隔离中。伊伫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阵讲，伊支持的是猪肉的外销，批评苏院长挑工误导。对厂商的质疑，苏贞昌也出面澄清。我所讲的意思就是，台湾无论养猪业者、肉品出口业者，都是战战兢兢、常年努力。那他们都非常肯定政府守住非洲猪瘟，政府口蹄疫拔针成功，并不是指哪一家公司支持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不要误会。信光这一边，他强调的是，他完全配合农委会的政策，全部都是使用国产猪，所有的猪肉都是莱克多巴胺的零检出。苏贞昌强调，唔通误会，伊讲的是厂商肯定政府收掉非洲猪瘟等政策。这马行政院大动作澄清，国民党是炮火正强，批评自进前的牛肉面风波到这边的信光事件，损害业者名声的手段正恶劣，要求苏贞昌出面道歉澄清。国民党团也会正式告苏贞昌违反社会法甲食安法，散布假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去年行政院就禁止公务机关使用中国籍的资讯甲通讯这方面的产品。结果，王婉如立委早起质询苏贞昌院长，讲伊有亲身接到某一部会国会联络人，用中国华为公司的手机传资料去互伊。苏院长在现场演讲的要求，公务人员针对资讯的安全，就要更加谨慎的。为了要维护国家的治安，行政院伫去年宣布，公务机关全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通讯产品，包括华为的手机。无想到讲，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所收到一封国会联络人的专栏报告，背景显示自华为的手机传送，所以这个行政院无做到禁用华为的产品。尤其是这个国会联络人手机，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个人的资料，包括说立法委员的资料，他们其实应该都有，联络方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让人担心的。对于是多一个部会透过华为的手机传送，王婉如无愿意点名，这个也希望行政院会让国家定性检讨。若无，中央部会甲立法院之间的公务批件往来，恐惊有外漏，甚至和中国监控偷摕疑虑。对此，苏贞昌重申，公务机关拢要严防治安的问题，将来会要求同仁改正。
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岩也回应，若是公务人员家己私人的手机是无伫咧禁止范围内。希望所有公务人员、公务机关都要谨慎，防止治安的问题。那有同仁如果在这一方面有做得不够做到，我们都会要求第一时间来改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查证哈。不过如果是私人个人的手机不在禁止之列，但是我们会来予以劝导。在1月20日，台美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其中包括5G 清气网络计划。美国所定义的清气网络所指的是，在通讯路径内面固执采用未当信任的业者所生产的设备，也点名华为甲中兴等中国业者是固执往来户。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5当前，台湾就通过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的法律，对排放碳这个项目开始咧管制。是讲洪新汉立委也含环保团体做伙主张，要换推动一部新的气候变迁法，内容的规定到30年后，台湾排放出来的碳，甲经过政府的这个办法，互地球吸收回去的热爱相扯，达到完全零排放的目标。虽然环保署已经几6届有过要推动修正现行的温室气体减量有管理法，不过立委洪新汉甲学者，还有几6个环团代表，下早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推动新的立法气候变迁法，取代国内2050年温室气体要减量到2005年一半的目标，更较积极修正成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升温1.5度 C 的特别报告里面已经指出，恐怕各国都需要以2050的碳中和作为新的目标，我们才能够挽救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可逆而且完全失控的状态里面。学者指出，现行温管法对政府部门的责任规范太过简单化，推动新法会当互大家部会真正负起责任，像经济部爱处理再生能源等等，交通部爱推动低碳能源园区，内政部除了国土规划，应该推动建筑设施的调适。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各部会的责任清楚明确，也无从去回避。另外，面对气候变迁，除了爱拍拼来减碳，佮必须爱有面对气候变化带来各种灾害调适能力。现行温管法针对调适定有3个条文，即届要推动立法的气候变迁法是会强化调适的任务，定定专章，甲中央甲地方政府的组织甲分工的关系佮较明确化。记者林俊文、王庆忠台北报道。关心国际来讲，东南阿富汗肺炎也是愈传愈严重。昨印尼的首都加卡达的省长验出染病，已经单独隔开办公。越南3个月来拢无伫咧国内染病本土病例，当也煞搁再发生。佮有柬埔寨这国也已经有就近烧胃病症的案件，政府也下令实施紧急防疫的办法。印尼西爪哇省万隆市的星空电影院开放2个月以来，民众感觉踮伫布棚内底看电影是真趣味。现场拢总有28个布棚，每一个拢有保持1公尺半到2公尺的社交距离。虽然一个布棚敢若会当有3个人，不过嘛是伫疫情冲击的情形之下，另外一种生活的体验。印尼目前确诊的人数累计超过53万例，有16000人死亡。2个数据拢是东南亚的国家占上济。不过，印尼的公卫专家认为讲，疫情的调查还无够，实际确诊的人数可能还佫较济。就伫雅加达省副省长阿马德顶个月29确诊了后，省长阿尼斯切因嘛证实感染着新冠病毒，目前已经隔离。伊今年51岁，不过伊表示目前并无症状，而且会线顶办公。Saya memilih untuk mengumumkan pada kesempatan pertama.Pagi hari ini, sebagaimana kita selalu melakukan dalam penanganan COVID. Sejak bulan Maret yang lalu, kita selalu sampaikan apa adanya, transparan, tidak ditambah, tidak dikurangi. 越南连续87天无本土病例，即马煞曝光，一个住伫胡志明市32岁咧教英语的老师，甲为外国倒来越南女性的空服员有近距离的接触。迄当阵，即个空服员已经2届做采检，而且拢是阴性，嘛有做自主隔离。除了展开疫调，卫生部长已经下令全面加强体检，还佫有防疫。到12月7日为止，越南确诊累计有1347例，其中有600
655例是境外移入。柬埔寨初一宣布要暂时把所有的私立学校还有博物馆关起来。总理洪森表示，柬埔寨已经出现社区感染，情形是真严重，要求卫生部门还有地方政府要采取紧急的防疫措施，包括挂嘴暗，还有减少群聚等等。 ឥឡូវវាបញ្ហាពីមុន COVID ហើយដល់ពេលបញ្ហារៀងស្ងប់ស្ងាត់ទៅមនុស្សវាបានគួរសមតែមកឥឡូវផ្អើលម្ដងទៀតនេះគឺរយៈពេលប្រហែលថ្ងៃដែលកើតហ្នឹងគឺស្ងាត់ហ្មងអត់មានភ្ញៀវដឹកទេ柬埔寨是伫顶个月28发现新增加确诊的病例内底，有一个人感染源不明。加长讲，这个患者因厝内的人，包括伊伫个监狱做主管的翁婿，还有其他的接触者，拢总7个人，拢小连续确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讲欧洲北平，瑞典这国的首都发生一桩老母甲囝儿加禁将近30档的案件，就是一个负责人对幼囝12岁开始，就甲伊锁踮厝体内底，到顶个月底才有亲情去发觉到这桩代。如今已经40几岁，这个受害者毋但营养不良，搁力用要无喙齿，甚至也无啥有法度行煞了。 公寓的大门口，警方大封条，经过标语甲大家讲，这是封锁区域。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一桩长期非法拘禁的案件，警方表示，一名70多岁负责人涉嫌甲伊40多岁后生关伫咧厝内底，要到30天，一直到顶个月29，才互亲戚发现，赶紧将伊送去病院。Kvinnan som är på sannolika skäl misstänkt då för olaga frihetsberövande, grovt vållande till kroppsskada och grovt vållande till sjukdom. Hon hörs alltså nu av polis tillsammans med sin offentliga försvarare. 根据瑞典媒体报道，这个老母涉嫌伫咧后生12岁的时阵，就将伊带离开学校，了后就甲伊锁伫公寓内底，时间长达28天。后生去互发现的时阵，营养不良，已经用马无喙齿啊，而且骹嘛全拢是伤，直马无法度行路，语言能力嘛有限。针对这件代志，警方是无要评论，只表示这个查甫人当伫咧病院接受治疗。I vår värld så har hon ju bott ensam. Det är så vi har sett henne. Och när man har pratat med henne så har hon ju liksom inte gett någon bild av att det skulle vara fler i hennes lägenhet än hon själv. Utan nej, en äldre dam, ensam. Det är så vi har sett henne. Och det som är obehagligt att det är så många år. Det är inte bra. Och nu är väl de omhändertagna antar jag. 根据检方，这个老母可能拘禁甲伤害等等的罪行，专案还搁伫调查当中。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再来讲德国西部一个历史上较悠久、生活也真平静的小城市，顶日发生有人食酒塞车，弄入去管制予旅客散步行路的安全岛面顶，致使4个民众死亡，其中佫一个是还未渡济幼婴，另外佫有15个人受伤。 造成这桩不幸的嫌疑犯，随伫咧车内去互警方压制落来。德国西部城市特里尔正有名的尼格拉厦门附近的街路去互封锁，警方摕篷布甲罹难者遗体炸掉咧。目击者表示，代志发生时阵，看到一台旅行车以真紧的速度冲入去国务街行人行路区，有人去互弄甲飞出去，而且听到边的人是惊甲叽叽叫，嫌犯就安尼乌白弄人，超驶1公里左右去互警方查来制服。警方表示周围震动。 Keine Anhaltspunkte dafür, dass irgendwie ein terroristisch geartetes Motiv, ein politisches Motiv oder ein religiöses Motiv eine Rolle gespielt haben könnte. Es gibt Anhaltspunkte dafür, dass es möglicherweise ein psychiatrisches Krankheitsbild gibt. 嫌犯是一个51岁德国查甫人，是特里尔的在地人，无犯罪记录，嘛无固定住的所在。伊是住伫别人借予伊的车内底，而且去互弄死的有一个才9个月的红婴仔。Und darunter auch ein Baby, was wirklich so schlimm ist, die Vorstellung, dass Eltern den Tod ihres Kindes betrauern müssen. 特里尔是德国上古早的城市，离卢森堡的边境无偌远，嘛是真有名的佚佗景点。就算讲因为疫情的冲击，毋过街路也是真有耶诞节气氛，居民准备要过节。所想袂到这个边境的所在会发生这款的悲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台铁的瑞丰甲交通车头中的铁基路，因为连续几2日的雨水，已经造成车路两边土石流甲减去，影响到火车经过的安全性。
昨暗代替封锁东西两线，赶紧修理复原。到较早起，东边线已经有先过电开放通车了。台湾铁路局表示，瑞丰甲高雄啊中间有一节铁轨路电车线的电锅起了真严重，原因就是路面两边的土石流甲减去。经过修理复原，即阵是先开放东边线双向通车，下晡5点进前，佫会限速60公里。照看即站故障，有去影响到103座的列车，12000几名的旅客。咱过来讲业界真出名的导演刘承德，前年拍片的时，有发生操打一个女性的助理人员的案件。一审台北地方法院以强制性交罪判决有期徒4档。经过刘承德导演上诉，再去2审驳回，同款维持1审的判决。导演刘承德出庭真侪届往回法院，就是因为伊前年拍新戏的时阵，去用指控涉嫌性侵剧组的女助理。台北地院1审以强制性交罪判刑4档，毋过因好人犯罪，辩公是双方的认知无同。案件经过上诉，高等法院初日宣判出来呀。钮承泽妨害性自主一案，本院宣判如下：维持原审判决，上诉驳回。下议庭指出，就算刘承德辩讲误解被害人对伊有意思，啉酒了后无记忆，毋过对真侪项证据拢显示，女助理对伊根本就无任何感情，所以刘承德的供述无要采信，而且伊阁用家己的社会地位，讲做是由女方主动献身，批评讲伊根本就无悔改的意思。被告他欠缺性别平等的意识，没有认为他有悔悟的意思。另外，下议庭表示，刘承德毋但妨害女助理的性自主决定权，佮伤害伊的人格甲尊严，造成伊无法度消除的伤痛，所以2审认为讲应该维持原审判决，专案也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中华人权协会公布经过民众票选，今年度10项甲人权有牵连的新闻。头一名就是国民法官法通过，其中也有一项是科技侦查法立法的过程当中所引起的争端。协会这边嘛说明讲，公布票选的结果，就是要提醒政府唔通去侵害到宪法所应准人民这种种的权益。202010大人权新闻的第1名，国民法官法3读，人民将与法官共同审判刑案。中华人权协会顶日举办202010大人权新闻。投票活动，亲像国民法官法、疫情监控、科技侦测法草案拢排列头3名。对于人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就是让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声音能够进入到保守的司法体系里面，让人民能够对于刑事案件，特别是刑事重大案件，能够有参与审判、有发声的机会。人权协会表示，对着头名的国民法官法。看得出民众对司法改革的期待。这项活动是由着中华人权协会近30篇甲人权有关的迄个年度的新闻，自11月初4至11月30，伫网络顶开放民众来投票。过来由着协会内底的人选出前10名，真足看民众特别关心司法甲人权的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上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的人你如果把这些凑起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整体社会的这个图案人民在担忧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当然是政府应该要着重去注意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协会表示，这摆的投票，伫10大人权新闻之外，其实阁有一寡民众嘛正关心的议题，无法度来摆入去。亲像香港实施国安法、通奸除罪法等等，伫网络顶嘛讨论甲热烈，就是希望政府通听到民众的心声。记者陈嘉文、谢桂玲台北报道。来关心几项落岛的消息。昨下晡，高雄市水利局某人咧清下水道的烂沟门时，发现2个工人稳落去暗港下底，一时间买空气刷数伤济。经过几点钟，才互人发觉，不幸煞拢救无回来。市府的劳工局检查现场的作业，发觉无设通风换空气，确实是有疏失，已经下令厂商即时停工。有2位工人伫咧做清下水道的工程，监视器看到。路边的空罐已经拍开，管线也救好。本来只要用管线去清，人伫咧边仔操作机器就会使。无想到讲，其中一个工人扫落去下水道，过1分钟了，敢若是吸伤侪沼气、人昏去。
另外一个工人发现代志无啥对，要落去解救，尾啊2个人拢无好起来。远警发现不太对劲，便下车查看，工程人员昏倒在里面。那经过远警的呼救跟对话，那都没有反应之后，那远警立即通报119消防队。刚刚意外发生伫初一下昼4点50，高雄市盐埕区大公路50号的巷仔口，消防队伫暗时8点48分接到通报了，10分钟内赶到现场。经过半点钟的抢救，2个工人送去了医院救袂大。卢工局做路检，发现下水道无做通风换气，也无做气体侦测，违反这个内相关规定，会罚30万，下令停工。还要再等那个劳检所的调查。如果是因为意外坠落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去调查他有没有做这个防止坠落这个部分。水利局讲，这2个工人做污水清理工程已经做6档啊，期间也已经先做好6个同款的工程，拢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要让2个人为什么落去下水道，原因也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顶礼拜六早前的少年抚养院所改制成立的这间成正中学桃园分校内底，发生2个学生甲管理员围起来，拍甲头青目肿。校方也甲出手的当事人以妨害公务罪送办。总是司法机关就要按怎样发挥作用，来对待这个当地咧接受感化的学生囡仔，也引起社会愈重视了。成正中学桃园分校顶礼拜六发生管理员执勤的时阵，去互2个学生拍着伤，头壳甲目睭拢肿起来，送病院了做检查验伤。学校表示，这个学生不满管理员，因为因踢铁网啊破坏水道头，甲因纠正，认为讲去用针对才会报复。目前已经以妨害公务函送法办，也若伤害甲民事赔偿等等的部分，管理员是暂时无要提告。我们同仁算是在执勤中的公务员，因为其中这2个少年有一个是满18岁，基本上这种公诉罪依法会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函送。成正中学桃园分校是由少年抚养院改制，收容12岁以上，也未满18岁，触犯刑法或者是少年管训的事件，接受感化教育的人，若伫咧执行的期间会当到21岁，伫咧矫正的期间若是犯错，以校规甲会当警告、劳动服务也有加上辅导。桃园分校今年7月份发生霸凌，10月份阁有学生因为不满管教攻击教职人员的事件，司法单位爱安怎加强协助，发挥矫正学生感化教育。如果若是成人啊，伫咧感化教育的期间触犯刑法，甲要阁适合踮伫咧矫正学校内底，拢值得咱思考甲注重。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2档前台东县政府公开招募投资，要伫咧治本的湿地建设太阳能光电示范区。结果也引起皮肤马关住民、卡大地部部落族人的反对。未像证人有去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求，就要阻挡经济部能源局发执照，予去要开发的业者。但法院确实也裁定稳准了。一直有争议的治本湿地光电开发案，目前也阁无动工。避难族卡大地部部落族人长期挂伫咧开发案现场的抗议布条，要表达这项开发案刑事部落资商同意权定书的合法性争议。而且部落慢慢进行投票，落尾以14票的争差同意开发，但是投票办法却嘛引起争议，搁伫台东地方法院诉讼当中。毋过，反对开发案的部落族人伫咧法扶基金会协助之下，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能源局发予厂商的开发执照，得到核准。部落族人认为讲，安尼会当争取更较侪时间，互大家会当加讨论、结合共识。我们的立场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行政程序这样的一些争议厘清。那这个是我们一样要坚持要走的方向。是说先停也好啦。然后大家再坐下来好好讨论。治本光电开发案是台东县政府107年招商，要开发161公顷的光电示范专区。毋过，即马受到这项裁定的影响，后续的开发基定会延后。县政府表示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其实说起来要协调不容易啦，不过县政府就和厂商都必须要来做这些事情，让大家的意见可以去一致。因为这项停止发照的裁定，也阁会当控告。法务律师呼吁能源局、县政府甲厂商唔通控告，但是县政府表示，一切也是爱尊重能源局甲厂商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这站高滨地区真侪青皮杜丁，伫咧田里、沟仔底生炭，
已经损害到大自然的生态。政府也修改法律，把这款杜定列作有害外来种，甚至屏东县府嘛鼓舞民众听好掠青皮杜定去换农产品。但嘛有人伫网络发动讲，规气掠起来食。不过动物专家也提醒，这款野生动物腹内可能有寄生虫。过来一个月季正流行饲绿鬣蜥，不过尾啊因为主人不爱饲啊，就乱煮蛋，伫咧高屏地区摊甲真多。毋但是互人看这全民的公敌，也引起生态危机。政府除了修法该列做有害外来种，屏东县政府也阁提出掠绿鬣蜥换农产品。有网友就想讲，为什么袂甲绿鬣蜥掠来煮？所以伫咧 FB 发动，为了保护生态，一定爱食绿鬣蜥，得到真侪民众的回响。所以这样说，我要怎么开通，就是大家蛮支持的，就是说，我这东西就是害农作物有没有？既然这样，那就是做一些料理有没有？民众担心活体若果流出去，颠倒会破坏生态。因若食绿鬣蜥活动伫咧网络流行，到阵嘛，伊一天有收到超过20张的订单。不过专家警告，绿鬣蜥爱伫咧水边，也介意出现伫咧野花、水沟化，体内容有寄生虫，要食爱特别注意。因为它食品安全的问题啦，它做生效之后会跑到水里面去，跑到水里面，譬如台湾的沟渠，尤其南部平越沟渠，它受到污染，它体内会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清楚。绿鬣蜥真熬炭，定定伫咧产花路或者是土堆内边挖空作秀，造成排水沟破坏，影响农产的灌溉，互农民真头疼。屏东县政府统计，去年总共掠到4182只，到今年9月是掠到5480只，实在是掠袂煞。不过学者认为，运用掠绿鬣蜥换农产品的方式，对降低绿鬣蜥危害的成效有限。希望政府单位要有配套措施，包括针对新的入侵点，抑个民众较掠袂到的所在，加强人力的监控甲捕猎，才能有效防范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彰化县大城落水溪出海的海埔，当有光电的业者去申请要按太阳能板发电，不过也引起环保团体咧反对，讲会去破坏着海边烂地生态。是讲地方也有真侪民众望讲光电来建设，正人都有失做。早起也去到县府门口陈情，表明欢迎的主张。彰化县有真百个大城乡的民众，初日来彰化县政府的广场头前，大声喊讲、大声宣导家己决定的口号。过报道较重要，互咱大城人一碗饭吃好无？自救会成员指出，大城乡人口外流真严重，农村人口老化无发展。这届供电业者想准大城乡出海口北环外口的净化区域，提出太阳能板的供电开发案，不过说起后，不是在地人的环保团体来主动。因为伊阮咧遐一寡团体运动啊，阮总是吼，迄款咧大城散遮久啊，总是想话迄款咧有外商来投资啊，建设阮地方吼，迄款发展啊。彰化县经发处表示，部分外开发热能的许可决定权伫咧中央，会转达乡民的意见。部分外开发确实有部分涉及生态的敏感区，县政府嘛悲观。国家一级的一些保护区的周边范围嘛，它一定不是完全到全部不是画在那边，但是它是要对这个周边范围做一些因应啊。那这些因应当然是开发商一定要做到的。彰化县大城乡大西村的落水溪出海口，总共93.5公顷的净化地带。环保团体指出，这块地原本是要设置国公计划，计划停止了后，一直无法度摕到国家级湿地的身份，即马阁要进行大面积的供电开发。环保团体惊讲可能会去冲击到生态。放在潮间带上，它等于是一个填海造陆的状况，它底下的生物一定会死掉，然后渔民也没有办法直接在潮间带上面做任何的渔业的行为，它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环保团体表示，无论太阳能板是采取高架还是铺板的设置，大面积的开发，拢会对环境造成袂当恢复的冲击。呼吁中央甲彰化县政府注重湿地生态保育，唔通互开发甲珍贵的海岸线毁掉。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看完来看南投信义乡第2村的游客服务中心门口口，这站有写100艺术品，号名叫做顺乡，就是找找故乡。地方目前也咧推动用马狗这款香料生产香水，唔只服务中心内面，阁有另外一项展览品，叫做顺风。内外2款艺术品号名真hòa音，阁真趣味。彰化信义乡第2村的游客服务中心。
远远就看到月娘浮上山头，真足甲看，竟然是用塑胶管斗起来的月娘。山头阁是用废茶设计的装置艺术，无疑个看起来煞有一款美感。说月亮也是他们这边在祭祖啊，然后跟一些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那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寻香的部分的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不论古早的传说有讲，天顶本地有2粒日头，规年通天直直拍，无暗暝也无落雨，做人的生活是真艰苦。有一天，一个族人误会日头拍死伊的后生，就甲其中一粒日头射着伤，着伤的日头失去一边的光线，转变做月娘。毋过也因为这件误会，族人和月娘约束，讲以后拢得伫月圆的时阵举办祭典。这个艺术创作就是展现出本论对月娘敬重的文化。里面叫做寻香啊，归巡行的巡，香味的香。然后为了要呼应外面的作品，然后我们就给它定名为寻找的寻啊，故乡的乡，叫寻香。南投的部落最近当地发展一款目狗的香水，在游客中心内底就有一座号做顺芳的作品。和外口新香的艺术品是有华语外音的趣味，这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会当体会到地方的创意和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医疗的新消息。花莲县主治病院的汉医部门甲疾病研究中心做伙发表一项新研究，运用8种汉药、外敷硬粉、10碗水转一碗。伫咧实验室内底看起来，是会当有效阻挡武汉肺炎的病毒去感染到人体细胞。画面内底伫下的这包茶，就是主治中医部甲疾病研究中心所研发的抗新冠中药，内底总共有8种药材，研好萃了后，100公克的茶包，煮茶1公升，2点钟后滚做100cc茶当啉。口感怎么样？甜甜吗？还是会回甘？这些药草中药里面有很多是本土性的植物，完全符合我们中医一直在讲的简、便、连、效。主治病院表示，目前全球用伫咧对抗新冠肺炎的中药复方，有中国的莲花清瘟5文铬、欧洲的复方茶饮，啊，搁卫福部的台湾清冠1号，而且讲主治研发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伫咧阻断细胞甲病毒的结合点源是搁较提升。这个中药药方呢，我们发现呢，它会抑制病毒呢，能够去感染到我们的细胞，它接不上去，会跟它抢。再来呢，即使它接上去了，它会防止它进入我们的细胞，它会保护。那当然我们目前还在继续往下研发。毋过，这个药方目前还未经过人体临床，敢若有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主治病院强调讲，这个研发的重点是伫咧中药内底找到会当防治新冠病毒的药材，而且结合生活方式做茶包。相关的研究也搁伫咧进行，产品还未上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女性生理期的用品愈来愈侪款，棉仔条也是月娘杯拢渐渐普遍。是讲因为这2项拢着爱弄入去产道内面，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像讲有患者就是棉仔条1礼拜袂记抽出来，煞来发炎。卫生福利部也提醒讲，实在讲，这拢是医疗器材，要用着爱先详细读过说明书。棉仔条或者是月经杯，因为使用起来感觉比用卫生棉更较大松，真做袂少女性新的选择。不过，因为爱放入去阴道内底，所以感染的风险也袂少。有医师讲，若有患者因为小便的时阵会痛，所以来互医生看，结果发现讲，原来是伊的棉仔条放伫阴道内底1礼拜造成的。临床上有最久的就是它大概放在棉条里面大概1个礼拜。那他是说，最近味道很重，然后尿尿会痛，会频尿来求诊。他是阴道炎合并尿道膀胱炎，不过还好他没有变成就是中毒休克症候群。是药师提醒，棉仔条甲月经杯拢是属于第2级的医疗器材，使用的时阵应该爱评估个人的状况甲经费量，选择适合的规格，尤其是棉仔条。你使用吸量过大的，它比较容易会造成我们后面说的中毒性休克症候群。因为吸力比较强的棉条，它会过度吸我们阴道里面的黏膜，黏膜太干，它容易会有破皮。破皮的时候，我们的阴道或是身体周边会有一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它就沿着我们那个
太干的伤口，它就有可能造成了感染。那月经杯的清洁也有替换嘛介重要。医师表示，上久12点钟一定要替换月经杯。嘛讲，若是月经杯无法度摕出来的时阵，会当试看卖用箍咧，亲像伫咧大便的时阵共款，甲月经杯用摕出来方式。假使也是无法度摕出来，一定要赶紧去寻求医师的协助，避免去牵着互医生看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关心幼囡仔的教育，托育政策催生联盟这个团体调查全台湾公立国校办理课后照顾班的情形，发觉讲事实开这款班有照顾到幼囡仔的比例是真低。6都内底台北市才2成统，若6都以外的县市竟然才8%那尔。老师甲学生教功课，写了还有其他会当做无共作品的课程。干到国校课后照顾班的囡仔，放学了后会当伫学校内底安心学习。委托办理的台北市优质保育公益协会，上晚会当互囡仔踮伫学校到7点，互爸母时间上较有春秋来带囡仔转去。课后老师陪伴这些孩子呢，午餐、午休，完成回家作业。那一个班级呢，大概就是15到17人，有一位课后老师来照顾。它相较于安亲班或是补习班，它的费用比较低。就像一个小家庭似的，老师如同妈妈一样对待孩子。部分的人对国校课后照顾班也是有需求，不过托育政策催生联盟的调查指出，目前全台湾有参加课后照顾班的学生，敢若14%，各县市的差别是真大。以6都伫一般的学期期间来看，台北市是占22.4%上悬的，台南市上低10.4%，若6都以外是8.01%。以学期的期间5点半以后有提供课后照顾班的学校比例，台北市是上悬有73%，台南市是3%。有些县市政府他们的政府做得不够，以至于家长就算让小孩读了课后照顾，最后自己还是有可能超过5点半，他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帮手，比方说阿公阿嬷帮忙接，或者是自己要提早下班。若是学龄进前才有公共托育的需求，6岁至12岁。国校的课后照顾班嘛是有需求，联盟呼吁教育部爱扩大能量，希望4年内收托率会当提悬到国校学生总人数的30%，还有地方嘛会当办符合家长正常工时的照顾班。记者综合报道。回乡八八水灾发生，土石流甲高雄甲仙的小林村规片暗掉。买手后出身小林村的少年辈忍痛倒转去，对祖先的歌谣内底找出生命的力量。下暗10点，公视台去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段少年家安怎样重新振作的过程。2009年的莫拉克洪灾，伫2天内落几年的雨量，当时高雄嘉兴的小南村全村400多人过往。洪灾过了，一阵伫外县市食头路的少年人回来故乡，加入定建的工作，煞嘛因为安尼豆豆啦行起哩文化复兴的路。到底我是啥物人？我到底是啥物人？为什么我会生活伫小南？尾我知影我是大武龙，就是我是大武龙族，然后我就知影哦，咱我的祖先是啥物人？啊，我有一个祖灵。王明亮和一群幸运活落来的灾民组成大满舞团，就电影访谈和日本时代人类学家留来的录音档，把祖先的歌谣和文化吹渡回来。这个文化吼，实际上也是受有这力量的。伊甲这个感动，甲伊家己要去找到新的生路、新的前途、新的人生的时阵，伊和伊合作伙，所以会当看到讲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有迄个活力安尼。哪开始会感觉？家己拢跳了无好势啊！到尾啊，我嘛是讲，为什么人迄阿姨阿姆因较济岁啊，人我都安尼跳，啥我袂使？然后就转来啊，就家己苦苦练，练久就变较自然啊。一番后，真侪村民豆豆了解，当时媒体咧报的赔偿、安置的各种争议，毋是上重要的代志。应用文化的力量，甲失散的族人组织，互相陪伴疗伤。未来阁要出更较侪心力，互台湾看到原味的大武龙文化。记者王艺光、柯宏耀、高雄报道。
搁来讲，一定要讲台湾话才通买到物件的市啊，咱敢捌看过？来到新竹母语囡仔区这个社团所举办的台语亲子市集，无论是食品、凉水，还是日常的用品，拢一定要讲台语才会买有。确实也是一站真特别推动母语的活动，咱嘛做伙来看卖。你要这嘛，这是豆泡。豆啊，有无豆奶啊？嘿，你好，请你讲台语哦。头家真专心伫小解家己做的胖，囡仔嘛是用台语来应话。另外一边是两个少年人所设计台语文创商品，无论是锁匙圈啊，还是帆布袋啊，顶冠全部拢是印台语文，还佫有罗马拼音的卡片，互大家轻松学台语。一方面会当练习，因为我的台语嘛毋是真练得，啊，互大家迄个。熟悉迄个环境啊！不管你是讲台语还是客语，你应该是会使你家你的语言再来生活当中，包括伫市仔内面安尼。啊，咱嘛知影讲，其实足侪，咱即摆有足侪活动，伊拢讲母语的什么活动，毋过母语变做拢是舞台面顶的一个表演的语言吼，就算讲是比如讲本土语言的一寡比赛也好，啊，所以咱希望讲，咱嘛毋望讲，甲母语讲转来，即个代志是会发生伫各种。场所、各种所在拢会使。因为日本时代迄个时代，伫厝内是讲台语，所以你看，要去好好讲语。嘿。那来遮，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拢爱用台语来开讲。现场某人用台语绘本伫咧讲故事，互囡仔听，互囡仔会当加学一寡台语。园游会介济啊，讲台语的园游会则少。嘿，啊，这来后囡仔学一个台语，卖大汉拢袂晓讲。平常时敢若伫厝诶，无得参加活动时有咧讲台语尔。平常时拢无机会，而且伫咧市集内底有足侪活动，啊，都有足侪甲朋友互动诶所在。因为那是即摆我要讲台语，是我足困难的，因为迄个字足侪，我拢讲袂出来。但是因为迄个故事伊有一个情境，嘿，啊，伊会当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新竹母语囡仔群是一阵妈妈所发起的社团，因希望毋是干那教囡仔讲台语尔，搁爱创造一个环境，互囡仔会当真自然就开始讲台语。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台湾铁路的电气化上尾一节，邦寮接台东的南回线12月23特别通车，啊，才有迄款车壳刹那式的普通车，也会使对历史入去。但真侪民众为着要搁坐一摆买邦的普通车，拢纷纷去到邦寮车头，也是伫咧怀念家己青春的少年时。人咧讲坐火车看风景，坐大船看海洋，传说当中看风景就会当解人郁症。全台湾只剩一班咧往回拿配火车，因为代替电气化通车，伫咧12月23也要正式行入历史。我们现在是从11月17号开始，一直到22号为止。本来是固定3节车厢，然后加挂2节，变5节车厢。22号过后就没有了。23号开始，我们铁路局改点以后就没有这班车了。一听到拿配火车将来无要搁出车载客，侪游客是赶到邦寮火车站，讲定着爱把握最后的机会，纪念家己年少青春岁月。甚至有火车迷发动一人一票联署，要求一定爱保留记忆当中的拿配火车。从小对这个蓝皮，我以前都是这样，屏东、台中，一年做好几次，所以童年的很美丽的回忆，想说哇，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来回忆一下。我们从这样一路搭过去，就会看到很多的风景啊，我觉得很漂亮，真的是很解忧。目前代替的拿配火车虽然只剩一班，10日往回台东甲邦寮，车位限量有钱买无，但是若正经买无最后的车票，也毋免惊郁卒对心肝。但交通部为着要刺激台东在地观光，已经决定要翻新拿配火车，尽量保持原样修复，相信在明年的10月，就要和民众再度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顶日啊，台中市政府颁发金运奖，要来肯定公车司机。台中客运有4个驾驶，就摕到这项的鼓励。但得奖的人拢讲，驶公车载人客，毋但得爱有耐心、爱心，家己也得爱保持好心情，安尼才会当日日顺时搁平安。
对随的上车的公车乘客点头小酒问，这是公车运奖的上班生活。台中客运今年有4位运奖得到金运奖的肯定，因为因亲切的服务，也得到最人客的热情回报。受到金运奖肯定的运奖表示，在人客班车就像对待处理的人同款，面对行动较不便的乘客，也会尽力协助。都要承受像对待家人一样，要有耐心啊。所以你本来脾气就很好。应该算吧。因为我本身自己对这些弱势族群比较觉得他们就已经不方便了，我们如果赶他或是急着想开车，那对他们是一种很危险的那种行为啦。所以我又觉得多了一份恻隐之心、爱心跟耐心来帮助他们。再三确认。真侪话口号，确立赛车流程。出发进前，该帮会压切敢有食酒，赛公车唔爱注意乘客安全，运将家己的心情也要照顾好势。运将赛公车全美角唔爱确保交通安全，该负责乘客安危，这运将就是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世界的新时代，来讲比利时这国赛角比赛分鸟长时行。近来有一批专家所饲出来的比赛鸟，伫咧网络举办拍卖，其中一只冠军的粉鸟母竟然花甲160万欧洲票，就是新台币5400几万的官价。这只就是今麦世界上上值钱的比赛粉鸟新金 New Kim， 是比利时专业饲粉鸟的专家所饲的。眼神正内，心目鸟运有气力。自2018年才开始参加比赛，得赢到比利时最佳幼鸟的封号。今年佫摕到大赛的冠军。伊这2回会当西拖真侪后台，伫即个总共2礼拜线顶竞标拍卖一直受到注意，拄低价200欧元一直抢冠，落尾创下160万欧元，超新台币5400万，是史上上悬新价纪录。比甲伊同款体积的黄金佫较值钱真侪。Usually a male is worth more than a female because it can produce more offsprings. So it's very exceptional to have a female for this price. 伫咧新金进前，新价上悬的比赛粉鸟是比利時港的粉鳥阿曼多。舊年買阿曼多的人，甲即個買新金的，攏是共一個拄中國來的建商。Koppel maken en heeft hij een koppel van de 2 duurste duiven ter wereld, hetgeen voor hem zeer interessant is. Sportief, maar ook commercieel. 伫咧比利时粉鸟比赛是真事件，饲粉鸟的专家靠几代传承的经验，用长时间培养出上冠级的比赛粉鸟来拍种。规个产业伫咧全球拢真出名。There is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so many pigeon fanciers live on such a high density with each other, like in Belgium. So you have like 20,000 pigeon fanciers in a very small country competing to each other. On a very high level, it's like a Champions League. 即个76岁头叫饲粉鸟专家德有维尔退休，后生无法度继承家业，拍卖旗下粉鸟条全部445只的比赛粉鸟，还未完全结束，总计已经累积超过760万欧元。新金生落来的后代，嘛有几十万欧元的身价。拍卖行的粉鸟条4箍位啊，嘛拢有到万全的风度机制。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再来讲，英国已经宣布绿色工业革命10项重点的计划，其中一幕就是公元2030年开始禁止民间搁再卖食汽油还是柴油的轿车。虽然环保团体拢讲赞成，毋过生产汽车的业者也烦恼讲，搁再10档就要完全转型，时间上确实是真急。英国政府伫进行宣布，自2030年开始，禁止卖全新的汽油加柴油汽车。因若油电混合车只能继续卖到2035年。首相强生讲，这是绿色工业革命计划一部分，预计会当创造上悬25万份的工作机会，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加科技领域。I think they can be even prouder of the commitment that we are now making, leading the world to tackle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汽车业者是担心2030年禁止卖汽柴油车做袂到。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 infrastructure if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totally committed to it.
But without that commitment, then a target of 10 years' time is incredibly optimistic. I'm just so pleased to see the Prime Minister make a statement like this. It's a really bold statement of ambition, and it's great to see a Prime Minister of Britain set out a vision like this. 全绿色环保政策是强生想要摆脱疫情的阴影，也个英国脱欧所造成的影响的做法之一。替这么较困难的英格兰中部跟北部创造一寡就业机会。Our whole economy and our consumption patterns actually wire us to the extremely high emissions, even if we all sit on lockdown and limit our mobility, because lockdown is only limit on the mobility and not on our consumption.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讲，全世界因为疫情封城，温室气体甲污染物确实有减少，有个排放量会减少4.2%到7.5%，不过因讲，这对大气内面的温室气体浓度影响有限。2019年，全世界二氧化碳浓度平均是410.5 ppm， 比过去10年平均增加的幅度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18度到23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1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2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到25度，金马平湖16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